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的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工商服务时间，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跟直接联络方式，就写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来，大家好，我是阿迪。我今日特别紧张，因为我之前邀请过真侪来宾来做伙来开讲，然后今日共款无我的共同主持人苏宏志。但是咧，这个来宾较特别，就是因为咱是这个大文所的教授。我嘛唔知我的台语到底是啥款啊。平常是因为真侪伫咧访问的过程中，甲无共款的来宾，唔是每一个人的台语拢一定真认同，或者是无一定。但这个这是专业的，我台语嘛无好。所以我家己就特别紧张吼。之前当然嘛邀请过像这个郑顺聪先生来吼，但迄个时阵较戆胆啦。但你做到尾后来访问过真侪人，愈访问你会愈感觉讲家己有一寡不足的所在，所以当较清楚一丝吼，想讲邀请咱今日来宾，害我煞变到较紧张一丝。请这个今邀请的是咱的这个主要是因为一本册啦，吼，台语现代小说选的这本册的这个主编，同时嘛是老师是，你敢若毋哪一个学校是毋是？你当时主要是伫咧台，我即摆伫台师大文系，对，台师大文系吼，咱的这个李美清李教授吼，美清老师吼，请你先甲大家拍一招呼，好不好？嗨，大家好，我是美清，多谢阿迪的邀请，今仔日会使来甲大家开讲。我即摆伫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册。那安尼好，当然讲到，因为咱是因为这本册的关系吼，就是台湾台语现代小说选这本册，所以真想要讲邀请你做伙来开讲，然后册我够早来，你知？足重诶，开始有真重吼，但是先感谢一个这个出版社经纬出版社吼，迄时册一出版吼，这个青红主编吼真热情，就讲想要寄一本互我，讲好啊，当然有机会会使看到册，因为嘛是拄知影有这个消息尔吼，所以就真感谢佫都寄来互我看安尼，所以才有这个机会想讲好来找咱的这个美清老师来开讲一下安尼。我想要知影讲你当时是出版这本册，对你来讲啦，就是你现在想要做这本册。好，今年即个台语现代小说选伫6月出版吼。其实我伫师大吼，已经开2-3档是即个台语小说选的课，不管是大学部还是即个研究所，我拢有开台语小说的课。毋过咱知影过去就是咱其实台语的文学吼，伊的发展伊的路程较坎坷，所以讲到目前为止吼，咱有一个即个台语文学选吼，还是讲台语小说、台语的散文吼，等等的即种较选集的册，其实是出版较少。我互逐个学生看的文本吼。每一个时代伊的用字嘛拢无共，嘿，有罗马字，有汉罗，嘛有即个汉字、全汉字，但是每一个人用的汉字无共款，罗马字有时嘛无共款，所以其实阮的学生我那看甲足食力的。但是我伫教学，当然台语文学本来就是我的兴趣，我伫教学的当中嘛会感觉讲哇，遮尔好的小说无互人看到，足可惜，足无彩吼，所以讲拄啊好即个前卫出版社嘛是青红吼，就是讲主编青红伊就是
有来甲咱讲，即个文化部的补助有出来，咱要做伙申请无？啊，其实我之前哪有甲讲过讲，台语文学有想要有做一个无共款的面貌，互大家看到。第一吼，因为即个亚特嘛知影吼，咱的少年人愈来愈袂晓讲台语，吼但是台语文学其实一百档来有伊足水足无共款的面貌，足无共款的思想伫内底当然第一吼，咱读过台湾文学的人伫规个即个社会第一嘛少，更何况是台语文学所以讲连台文系学生拢无一定看有嘿是，所以呢咱就这是一个初衷啦吼，就是讲迄个初心就是讲要互新的少年人会当来有机会来欣赏台语文学拄好即马有补助所以咱就来请搁另外我感觉有一个较重要的就是讲，因为我头拄仔讲大家咧读遐个文字，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作者的用字拢无共，其实咱的新的读者毋若台语无好尔，因你要搁叫因看迄无共的用字，实在是可能无啥想要看，就算已经标准化的物件，无一定有伊的读者，所以讲咱就借即个机会甲迄用字吼，甲伊调整做2006年教育部即个公布的用字吼过来就是讲足侪事其实足水的，毋过读者嘛看无啥有，所以咱开诚侪时间甲校对希望老的读者侪岁的读者，虽然你会晓讲台湾话，但是你毋捌看过台语文学也是讲新的读者你根本嘛无咧讲台语，但是互你知影讲台语文学有足水的物件，安尼邀请大家做伙来读，这是咱出版即个册，我想有较大意义伫遮。我真少拄着，就是我的来宾伊的台语的速度甲我差不多紧。安尼嘛，头拄你讲顺聪老师有来，伊的台语的速度应该真紧。伊袂伊会调整伊的速度，伊的速度就特别。可能我看了你嘛就紧张的，所以对我讲真好，真少拄着真欢喜。平常时拢爱访问伊帮我人囥较慢一丝我的速度，但是当然咱若会使共款维持速度，我是完全无要紧就是拄则毕竟先生你讲，我讲先生就讲老师啦吼。毕竟先生你讲即个物件，我有一个感慨，就是讲像你拄仔讲的少年人，当较袂晓讲台语慢慢伫流失。其实这几当咱会使看到真侪台语的乐团台语的创作者出现，但是你若去听过因的访问，你会发现讲，因拢共款有拄着一个咱伊无一定家己知影，但是咱听久会听出来的问题，就是伊的思考。伊的语库无够济，伊真正伫写的时阵，伊无物件，永远都是遮的事。这是真大的问题。你是咧讲啥？真侪拢是，我认为大部分拢有即个问题我最近一直拢有听真侪无共款的乐团的访问啦啥，拢有共款的问题。我想这才是流失以外因为咱定讲流行文化现代文化其实是对咱对一个语言的兴趣真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咱看韩国片啦韩国即个戏剧啦，或者是日本的物件，咱看了介意，咱会去学。就像较早可能我的年代是日本的即个电脑游戏什么三国志有诶无？大概真侪人真正为着安尼去学日语所以即个物件其实伊是有价值的，问题是要创作即个作品的人煞无足够的资源，无足够的即个语库通去产生真正丰富的作品，这确实是真大的问题。即个物件确实是留存伫咧即个小说内底，我认为因为你长篇的时阵，才有法度真正激发出来底真侪无共款的物件这是我家己看，对你讲，我伫讨论即个意义的问题时，你讲到即个物件，互我去联想到即件代志安尼这是我感觉较趣味的。但是内底嘛有一个，像你刚刚讲到讲文字无共款伊的这连拼音系统嘛无共款有的用字即个用字啦，或者是咱刚刚讲尽量讲这混读训读的问题等等混读的问题所以内底真侪问题。那即个物件其实我知影你有写伫咧即个导言内底那这导言是我目前为止看过所有的册内底上长的我捌看过这长我迄个时阵看到一半，差不多看20外页，想
我是毋是告诉我看到？讲较济呢？毋是，我是想讲，我是毋是看到正文，我会掀过头，我想这篇正文，咁啊，我看，我家己当然有一寡我家己的感受，讲是安那会写个遮长，我认为伊有伊的理由，那包含讲明明是一个台语现代小说选，你明明内底拢是台文，敢若即个导演的所在，你颠倒调工去写，伊是写华语的，我相信一定有你家己的想法甲理由，所以我嘛想要趁即个机会讲，想要听你亲嘴讲你的想法到底是啥物，包含伊的长度，其实超过真侪内底正文第二就是你所使用语言的理由是啥物？我敢会使先听阿德讲，你的感想是安怎？就是想长即个代志，甲用华语写即个代志。你讲我家己的感想啊。其实我真正伫头前看了完了，我有写伫我家己 Facebook 顶管做一寡分享，就是讲我家己伫看第迄部做伤长啦，我应该是讲伊较长，伊开始较长，但是我看完了后，当然你后壁伊的长度有一部分是差不多1/3是因为你必须要每一篇去介绍，讲实在因为。台语文学，你会使讲伊捌出现短暂，我想这是真现实的问题。所以你要互咱的读者，你若毋是完全针对，甚至讲毋是，就算是台文系学生，我讲嘛无一定有法度完全进入到遮个每一篇作品内底，即个时代，包含时代意义，包含遮个用词，或者因的书写的方式，无一定，就算是台文系学生嘛，无一定熟悉，或者是看会落。所以你后壁其实有真大的即个部分是伫咧写即个物件，告诉大家讲，你每一篇即个作者伊可能伊背景，所以写出啥物款的物件。等于讲你若无先看这，你学行硬要，你若无熟悉人硬要去看。直接进入一些正文，你可能会看无，或者是写这我无感触嘛，我无感觉啊。比如讲，可能你日本时代一定会出现真侪较共产主义的物件出现伫内底，伊有伊时代的背景，是安那迄个时阵的遮大的即个共产主义的色彩出来，这甲迄个时代有关系。所以你必须要互大家进入即个物件。那头前当然较大的部分就是你像正像你讲的，你教学生的时阵会拄着文字的问题，是慢慢要教大家讲是安那，我即届要甲遮所有的文字统一起来，互大家有一个共款的物件。我想要去改作家的物件，毋是阮家己大主大意想要共黑白乱改。我有习惯咯。对，所以这个物件是要希望互大家知影，第一是先甲这个理路摆出来，讲台语的文学内底一直以来拄着一个上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包含文字的使用，像你讲的这个问题。所以比如讲赞美，你倒是要讲俄罗，还是用其他的念法，其实嘛毋是讲袂使念所以确实有真侪像即款的问题。这其嘛是我家己所有我若录音，譬如讲我访问的时，我是互恁即个访讲的但是我家己伫若是录音，甲我的共同主持人讲故事的时阵，我规篇全部拢是台文稿，就是因为我定定内底爱藏道具，内底有押韵的问题。你若全部原本用华语，你去翻，或者是你拢只是我意思搞得好，你就发现讲你念出来你写好是有即个意思，但你真正要录的时候，你袂记哩，你念出来就无表达到你原本的意思，包含伊的节奏感，包含伊的即个讲话方式啦所以这种必须爱伊真正你看到啥物字，就要读会出啥物音，这才是真正有法度去反映你真正要表达的感觉包含这个听起来声调嘛拢有关系，所以我家己的感受会较像是安尼。我真多谢阿弟甲我分享你的对这个带读的感想因为这个带读第一长伤长，第二用华语写，其实互足侪人骂甲臭头，伤长这个代志这可能嘛是我个人也真做一个研究者的歹习惯毋过其实啦台语现代小说选集毋是第一本。1998年是迄个宋德来老师伊编的这个台语文学台语小说精选卷这1998年出版的，嘛是前卫出版社出版的。其实宋德来老师迄个时阵收小说无够10篇，毋过伊的带读嘛差不多有15000字对我想你看20当前宋德来老师伊的带读就遐尼长，我想我的感想我的迄个用意甲伊共款，就是讲伫迄个时代其实伊就意識到台語小說還是講台語的文學其實無人要讀因為80年代末期開始有台文運動，就是戰後的台文運動拄好迄個台文運動嘛拄着台灣文學的正名就是講台灣文學
对乡土文学正名的时阵，台湾文学总算要正名，但是台语文学佫来乱，所以其实台湾文学界有一个足大的冲突。宋立来老师伫迄个时阵，当然甲真侪先辈，因有心想要推销这个好的文学作品，所以因就编有散文，有诗，有小说。宋立来老师迄个时阵小说嘛是用华语写，我想伊有原来有意识到讲，咱台湾人就是讲台籍就是讲本省人啦应该讲河洛人嘛看无啥有台语啊，要请人来读，必须你要有一个你爱可能爱起做一个桥，互大家豆下过迄个时阵，但是迄个时阵送伫来即个用心的基础是，还佫有较真侪岁的人是读会晓讲台语的，袂晓讲台语的。比即摆来讲较少，伊迄个时阵已经有即个用心嘛。到咱即个时阵，20档，25档对，25档其实新的世代佫出来啊，老的世代已经嘛渐渐愈来愈年纪愈大，伊嘛袂去读遮的小说，所以讲即个带读除了就是甲大家介绍讲台语的小说伊的发展的历史。以外当然还有伊每一篇的这我想嘛会当互佫较无共款层次的人来读，就是这是偏好左面的遮尔长的原因啦尤其咱嘛知影讲，譬如讲1987年这个叶兆涛老师伊出版这个台湾文学史纲。就是头一本的这个台湾文学史纲，当然之前嘛有人写较底篇的啦过来就是讲2000年以后，陈同明老师出这个台湾新闻学史，也是讲佫较差不多90年代有这个彭瑞金老师客家籍的彭瑞金老师，伊有写台湾文学运动史40年这遮尔济运动史内底其实。咱了解台湾文学的起做是遮尔无简单，但是这几本的台湾文学的书册，其实拢无讲到台语文学，拢无讲到台语文学，所以咱要安怎好即卖的读者，甚至是台湾文学的研究者，佫较意识到讲，台语文学伫台湾文学内底，对战前到战后，拢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对台湾人嘛，拢讲台语，是安怎伊伫为战前迄个现代文学开始发展的时阵，咱无法度用台语写，这一定是一个疑问。过来就是讲，咱若无甲即个物件铺排落来其实足侪人会想讲，战前到战后，台湾人的母语就是华语。所以咱开较侪篇幅是迄个纸面伫写讲台语的发展，现代台语的发展甲现代台语文学是安怎发展？希望不管是研究者还是一般的大众读者，会当佫去了解迄个，就是讲台语文学会行到即马遮尔纯粹，会使完成伊的。现代化、文学化的工程，其实是足无简单。这个足无简单，较有法度，互咱知影讲，哇，咱还爱去佫较珍惜即马安尼的面貌，伊是真罕、真少数的。过来我知影，像咱头拄仔讲的，即马的这个读者，伊其实读无啥有台语除了大家有去认证的，也是讲伫台文系伊对台语有用心去学习，一般的读者是看无的。所以后半过迄个导言，咱用这个咱甲迄个每一篇的介绍迄个小说的故事介绍互大家大家读小说读这个带读的时阵，你若读到一个介绍这个议题足趣味，安尼我要来读，就是起一个桥，迄个桥面顶嘛有几个选项，互大家会当先去看伊喜意的物件，然后若愈看愈趣味，咱会使佫较读。过来，这是第一个问题，歹势怎讲啊久？第二个问题迄个用台语写即个代志这嘛会当简单讲啦，但是嘛，其实我是挣扎很久，迄心内滚准可能毋是大家会当了解就是用华语写即个代志，简单讲就是大家其实是看无，所以希望我若今仔一个迄个带读，我会当有两个选择，就是我莫写遐长，我敢若甲大家用台语写讲，这台语文学发展足简单，足无简单的伊的故事，请大家家己去看，应该无人要插我
就是台语的相西关的这个领域的人，西中的台语的读者吼会来看吼。啊，过来就是我卖写，我卖写嘛是西中的台语的读者去看，所以要写吼用华语写，这希望嘛是一个对话的开始。我头仔讲我其实心内滚存足久的，就是讲其实我的学术论文就是用20万字的篇幅用台语写的，而且我过去原来有写过足侪的台语的散文，我嘛写过足侪台语的小说，其实有发表，但是无甲伊选做集啦吼，无甲用做我个人的作品集吼。伫迄个学习台语的过程当中，我家己其实是经过讲，我若无讲台语，我若无含人讲台语，这绝对会死去。迄个心内的滚存就是逼家己去讲台语，但是到逼家己讲台语，即马台语会较好嘛吼。但是到一个坎站的时阵，咱嘛发现讲，继续讲台语，继续含别人讲台语，继续小解好的台语作品，这是最重要，无毋对。但是要安怎开拓，真正是迄落伫箍仔外口的人，而且箍仔外口的人是坐过箍仔内底的人。坐过就侪，所以讲用华语写吼，我想真侪可能引起足侪不满，但是咱的初心就是想讲吼，不管是即世代的少年人，因已经袂晓台语，我希望100年后，原来还有人看到即本册的时阵，迄个时阵可能全台湾拢袂晓讲台语啊，但是咱子迄个子孙吼，看到这，咱会知影咱有一个足灿烂的时代吼，当然咱无希望迄个现象发生啦。嘿，较希望的就是希望你若虽然你可能敢若会晓华语的阅读，但是你若读着趣味的物件，也是讲迄个历史迄个你有一点仔疼惜吼，你对咱台湾的迄个一寡历史有搁较深刻的觉醒吼，因为台语的文学会当讲是台湾文学的深化的一个实践，所以你若有搁较深刻的觉醒，安尼我想像阿迪安尼吼，我想阿迪的迄个台语的意识嘛足强的吼，若准讲看，就是讲可能迄个时阵无前话寄这互阿迪，可能嘛想讲这是。这有啥物好读？我毋知啦，嘿，对，就是像安尼读者伊有台语的意识，但是台语的搁较水的物件，咱会当安怎去找找？迄个线索会当提供搁较济互无共款的人，这是我上愿意的，我上欢喜的代志。我听起来是你即个毋管你讲错头还是导言吼，拢会使啦，就是伊使用华语其实是一款野心嘛，对无？所以你的对象其实毋是。咱拄像你当讲，毋是一个箍仔内的人吼，包含讲之前你有做一个发表会，我嘛有去看去参加。咱其实伫逐个就是伫提问的时阵，你就发现讲，有的人有讲，其实伊是看无台文的，但是伊煞走来啊。我想即个确实即个导言即个所在华语，其实敢若像一个即个带路鸡共款。你先理解，毕竟你主要是用汉字所写的，所以。大概要去理解伊的内容，其实无遐困难。我想选用即个华语即个语言来做，是有即个效果。我想要搁补充一点吼，就是讲因为我硕士班毕业了，我伫书台做一档的助理了，我去日本读博士班。我伫读博士班的中间，我有一个足大的感慨，就是日本有足侪台湾文学的研究者，毋过因拢是透过中文，透过华语来了解台湾文学，也是讲透过日语，因为话研究日本时代的，但是真少，差不多是无啦，差不多是无人研究台语文学，嘿。可能了解台湾文学，看有用华语还是用日语写台湾文学，但是无法度了解即个台语文学，因为这对因来讲较毋伤悬吼。所以即届这册出版了，我寄真侪我请真话帮我寄一批册去互我日本熟悉的老师朋友吼，因拢是研究者，有少年的有老辈吼。有几位先生吼，就回我的
有写批互我讲，用华语写，互阮会当了解台语文学原来伊诶发展是安尼，真正是塔斯卡达，足感谢安尼，对，嘿，对，真有帮助的。对，所以讲，我想这嘛是一个意义。尤其是譬如讲，咱即马台湾文学有较侪诶外译，若准讲迄个外译，当然以日语为主嘛，啊嘛以英语为主，过来可能日语，过来较侪较大多数诶语言等等。若准讲有一个华语诶带读，有一个迄个变做一个基础。我想以后台语文学诶外译，会当搁较做一寡参考，因为目前为止诶外译台语文学诶外译，敢若一本，就是陈明仁老师诶即个诶小说，伫日本出版，所以伊嘛无英语，所以伫日本出版，日本诶读者读有陈明仁诶物件，然后有机会看到这小说选内底伊诶发展的过程，我想这是有一寡对外国研究者有真大的帮助。确实是，所以向内向外其实拢是需要去运作的啦。我想大概是款的。你伫安排即个内底内容是有照伊时代来铺排嘛？我印象中是安尼。但我伫看，我家己伫看当然有我的感受啦。但我嘛想要知影讲，你家己伫看，尤其你爱看即个作品绝对毋是敢若这几篇尔所以你长期看落来即个无共时代，是毋是当然每一个人作品有家己的特色，但是每一个时代是毋是有一个较看会出来的方向，或者是伊的较特殊的所在，为所咱讲时代性嘛。像我昨昏个当伫开讲讲。当若听一寡可能我较少年的时阵的歌，就算毋是真红的歌，你莫讲顺耳安尼听起来舒适，就算是你可能无遐熟悉，但都是听当新歌搁较浅，搁较红是伫唱啥？什么？咱咧听流行歌就是即个，你若听新歌时定会安尼，就是虽然是知影伊足红诶，老人心态就是安尼。甲一个时代，我讲这甲时代咱讲审美其实是有关系。那文学内底，我相信伊一定嘛有一个时代。伫内底，你家己安怎去看即个物件？我感觉阿弟问即个问题足好诶吼，因为其实我家己研究台语文学，毋是为台语文学出发，是规个台湾现代文学伊诶起造到底安怎行诶，即个方向来看台语文学伊伫内底诶位置。所以你若要讲台语文学台语小说有伊诶时代性，当然是有但是譬如讲咱咧讲日本时代诶台湾小说好不管伊上日语写还是用汉文写汉文内底有可能唱出做台语，其实伊就是可能用混读读，但是伊毋是纯迄个言文一致诶即个口语就是迄个发展内底咱过去会讲台湾文学、台湾文学就是即个忍耐甲抗议诶精神，确实有即个面，即个迄个时代诶精神嘛当然嘛有足侪一寡无共款诶物件，台语文学嘛是共款，但是过去咱较少注意到宗教诶影响。宗教影响，其实咱诶文学嘛足侪是宗教文学，咱咧写佛教，咱诶迄种，咱拢袂感觉是宗教文学，但是拄着这基督教诶时阵，咱就感觉迄宗教文学毋是文学，但是咱来看台湾诶第一篇现代小说，而且写甲较长，毋免伫遐咧想讲里边怎写，伊就甲伊写出来，迄就是迄个宗教文学，就是咱诶选集内底即个第一篇研究伊其实是。其实日本时代诶，即个宗教书写，就是讲为着说教，为着传教书写诶台语，而且用白话字写出来诶小说，其实真侪而且佫有出版，拢长篇诶较侪这是一个面向过去咱诶台湾文学较少讲到诶佫一个面向伊嘛是延续咱迄个他拄仔咧讲诶台湾文学诶精神，就是忍耐抗议即个精神所以咱选诶即个台语。小说内底，譬如讲偌好，譬如讲幽鬼，幽鬼嘛，杨奎嘛，幽鬼过来即个苏德兴即拢有伊诶抗议诶，迄个对时代对即个殖民统治，甲台湾人底甲袂喘气诶即种物件诶抗议。当然，伊诶基础就是社会主义，了有即个共产主义，佫较迄个较直观去。但是伊诶面向就是社会主义做甲民族迄个民族精神诶一个抗议这是一个其实即个
这嘛是其中一个面向，然后就是伊的时代性啊。尤其因为30年代就是一个台湾话文运动的物件，所以咱选的这个汉文写的台语，几篇小说吼，有较抗议，还是讲伫展现台湾的迄个民族性，已经互人改造的迄个面向，譬如讲蔡秋洞这个物件，吼，迄个民族的表现嘛，吼。但是其实无选择入去的，还佫有一种物件，迄嘛是其实是时代性，但是因为伊的篇幅较长，就是半文半白的小说，嘿，半文半白其实半文半白迄种小说，其实是会当用台语，你拢会当读的，但是伊就是较长啊。譬如讲苦饼顶的小红信，还是讲譬如讲郑坤武、郑坤武吼，郑坤武的昆岛艺术。昆岛意思，昆岛就是台湾嘛，吼，海岸吼，昆岛艺术，伊其实拢是用半文半白，吼，半文半白，迄个文音嘛是台语，白嘛是台语，拢用这写出来，啊，伊足长篇的，啊，这咱无法度学入内底，但是迄个时代意义是啥物？就是大家还搁伫新甲旧，吼，还是讲传统文学甲现代文学交切的中间，吼，伊要选择一个会当。遗弃传统，啊，过来创新的物件，譬如讲小红信内底就是创意吼，创意啊，对，啊，个昆岛艺术内底，头一本真高啊，而且用迄个浅白的汉文吼，啊，咱会当用全台语来念的这种文体来写的，属伫民间的这个立场来写的这个台湾的历史，这是足无简单的代志。所以我想，若是看日本时代几个时代面向是安尼，啊，战后搁较无共吼，战后嘛有一个路线是延续这个宗教的写作，就是伊为着说教去讲故事。但是后来写其实伊的动机虽然是说教，但是伊愈写愈好嘛吼。啊，但是因为伊的宗教味较少，咱就较无。战后初期其实有足侪种物件，但是咱就无收内底。较重要的就是80年代以后的台文运动，吼，实践，吼，内底咱本来咧讲啊，咱要写台文啊，做人写诗嘛，吼，诗足短的。啊，毋过你要甲一个语言好好保存来，台语的迄个长篇的物件真需要。吼，啊，迄个共同性，你若要用迄个问迄个共同性是啥物？就是战后因为你要写台语，其实是你的台湾认同足强诶，所以你的政治的批判性其实是足强诶。所以真侪战后初期，尤其90年代前后的这个台语小说，伊的政治性足强诶。嘿，譬如讲王靖雯内底写迄个自由时代，虽然伊是一个牧师。伊迄个时阵还未做牧师，但是伊就是一个宗教家，伊嘛是用宗教的角度去看台湾的政治，但是伊迄种疼心，甲伊的迄个对迄个家产重组的遐个兄弟的迄个怜悯吼，也是讲疼惜吼，伊甲伊放伫迄个小说内底，甲伊要怎讲，甲伊安慰，吼，即个物件，就是讲迄个物件是无法度脱出政治的迄个空格，毋过伊有无共款的发展吼。啊，当然政治是一个面向，政治的内涵有足多当有足侪层面的当讲，譬如讲单位的乡属保记，若毋是伊的政治也是讲台湾的意识吼较强，伊袂去写出古早台湾人经过平埔族时代，还是讲还佫有保留平埔族时代的迄种惯系，吼，伊袂去做考察去调查，是安怎？伊要去知影讲台湾人的性格是甲毋是台湾人的性格是无共的，所以伊甲写出来的时阵，咱都有一个区别，有一个保留，而且是延续台湾人性格迄个动机，甲伊的实践安尼。所以我想战后伊有一个共同性，第一政治意识足强嘛吼。但是到2000年以后吼，这个大家意识开而且是无共款的角度，毋是大家人拢要参与政治的吼，大家毋是对政治有兴趣，但是伊有基本的台湾意识，有台语的意识了，伊就有伊的这个个人的人生的经验来写，吼，这嘛是有啊。譬如讲这个迄个啥上尾一篇咱选的迄个女性的小说，林美丽老师伊就写迄个病痛。
吼、书写家己的伊毋是自断的啦吼，但是用因为伊家己嘛经过病痛，所以伊迄个病痛的书写会当佫较有路吼。我感觉2000年以后就较开啊，就愈来愈多元的写作安尼。我家己伫看吼，你看这本小说，因为你有照这个时代排列吼，当然头前你会使看到写作者我家己的感受啦。写作者伫咧做伫写这个故事的时阵，确实是讲就悲愤的感觉，当时是一款怜悯啦吼。尤其是日本时代，就像你讲受到这个压迫的部分，所以拄仔咱讲你讲忍耐的坚强，还是忍耐甲抗议，忍耐甲抗议这件代志，其实这两个词是相对变的吼，这不是同款一个事，但是其实伊是同一个时间会发生的代志吼，所以就是咱讲受到压迫了，最后你挡袂掉，忍耐袂掉，先就是做这款代志吼，所以这个对这个时代以及做迫不得已，无人介意想要安尼做吼，但是迫不得不做这代志，一款怜悯的感觉。但是就像你讲，比如讲单位伫做这个乡村补给的时阵，真济伊嘛是同款真济，这个对咱讲小人物生活要连看医生的钱都无吼，这款的像囡仔来因为安尼来过身啊，什么像这款情形的一寡描述是，家己抽较出来一丝啊吼。我讲这个时阵感慨的成分较济，我家己伫看的感受是，到后壁比如讲像你讲2000年在中华搁一个这个政治性较强烈的时阵，到后壁2000年后这个书写当然第一是这个多元性吼，第二是讲大家开始回头去看家己啊，过去是。看大家现在足可怜的，即个眼光拢伫咧即别人身上，慢慢2000年后开始观察到个人，而且敢毋是规个整体时代城市，看更较个人的部分，你心内的感受吼，其实包含着陈明仁老师伊伫写这个物件吼，伊伫写甲即一查某囡仔个查某之间的关系，你会使看到伊伫描写家己的感受吼，身体的感受、心情的感受吼等等，这部分是写甲足有路的吼，这人家己的眼光，这作家家己的眼光，佮放伫家己身上啊，吼人我这个人要安怎甲这个社会、甲其他人互动，我讲这是我家己观察到，拄好你讲这个变化，我家己甲你分享讲我家己。看到的这个变化是什么？你看下就有呢。因为我对我来讲，其实因为你已经全部调整过，确实这个有一个效果，就是我伫看的时阵无上大的困难，当然嘛包含着，因为我家己一直爱写稿，拢是写台文，所以我用字啥的惯习，我定伫讲。你只要真正别人讲想要去考试啥，我家己是无去考试啊。我想要去考试啊啥，但是已经无迄个动力去练习这，因为汉字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啦，啥拼音，我讲你就像我安尼，逐篇我写4-5千字，你就自然你就会关系啊，你就免去管这物件，你用着你自然都会晓啦。其实免专讲我已经像较早学，我觉学台文比起学其他语言有一个上大的好处是。真简单，你只要有用到，你自然就会晓。你免挑工去创作，讲我一定爱安那学偌济册，一工背偌济字，我从来捌背这字，但是我就是爱写着，我就是希望写目前的方式去写，那我就是会照安尼写，袂晓字我去查一下，都会使，因为一定用到。所以伫咧看这本册时阵，对我来讲就较无遐大的困难。当然有一寡腔口的差别啦，有一寡家己也是用词，有的是作家本身的特色，有的是这个无共所在人的讲法用法无共，我可能我遮毋是安尼讲，可能是这款感受尔。但是整体来讲，你看其实是。我至少我伫看时，我是人的情绪会使入去的，伊袂受着讲这个文字可能小可看无，但若看外国的语言的册有当安尼嘛，这我查一下，毋知这什么意思，但是我伫看这个较无这个问题，所以要进入这个情绪，你会使感受中，你看头前几篇，看中几篇，看后壁几篇，迄个感受是完全无共款的，你人的感受是变化，情绪变化是无共款的。这是我感觉伫看这本小说，因为有一个时代性，你敢若。为这个正经行到然后行到近代，迄个感觉对这本册去行过这个时代安尼啦。所以我相信，这个变化是，就算是现代人，就算是无晓到遐熟悉台语的人，因嘛是拢有法度去感受会到的。所以包含你对你之前讲中，咱这个文字互尽量统一，还有一寡来解说的所在，头前用华语去做这个导言的补助，去互大家会使理解。阮头前
讲是啥物啊，后壁互大家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讲我要做啥是有伊的用途的吼。这我认为这毋是黑白写，我相信所有的人应该，我又回到头前你讲的这问题是啥导言用华语这件代志，我相信所有的人一定拢知影讲，这绝对袂是。我想要安怎写就安怎写，吼，有做这个决定一定有伊的理由伫咧，吼，一定有伊的用意，吼，所以有当讲大家，我知影一定会红骂，我看到伊是华语的时阵啊，这一定红骂，我真係唔是喺咧想，但是我想的是讲。一定有伊的缘由，你甲看了，你甲来想看觅，反正若以你的角度重新来看，感受佫无共款咯。我家己的想法是安尼。那当然你已经包含着，当然你有真侪无收录入面，吼，无法度吼。像在讲小风神，我真介意，比如讲伊内底真侪创作，真侪，咱定定甲真侪真侪即个神话啦、故事啦、传说是一直流传落来，但是嘛有真侪是一直伫创作的。吼，我讲这就是我伫做台语话故事这单元内底，尤其是我讲真侪故事的时阵。想要做就是发展出咱家己的这这其实甲信仰较无关系，但都伊是一个文化吼，这个咱讲妖怪的文化、神明的文化，这一定是像咱伫讲日本共款，一定会是诚做你一个诚好的这个文化的根底。对，你要来考完台文所啊？我应该实在真在台文所你会当过来甲阮做好朋友，有机会来去听课啊！就是你最厉害的呢。因为你做这个物件的感受就是安尼，所以希望讲，咱每一样用，比如讲你用小说文学的方式，可能我用的是包含用无共款的形式，网络媒体或新媒体用这个甲过去的这个故事重新包装，这新明的故事在地历史风俗像宜兰的这个东港粉互大家了解这个物件，当用台语来介绍这个物件，慢慢建立台湾家己的这个文化的基础，而且是专门属于台湾的包含咱伫讲腔口，这物件统合起来拢是台湾的物件这毋管伊的来源伫倒位，但是伊最后会讲做台湾，就像咱讲拉面，咱袂讲这是中国来的，这是台湾来，重点就是伊就是日本的咱讨论是九州的九州的拉面是啥物口味较好食东京是安怎倒也好食咱讨论是这个物件。同样咱搭袂毋管你讲台湾的这个妖怪、台湾神话、台湾像我最近做的是魔神等等像这个物件，红衫查某鬼红衣小女孩，像这个物件重新搁去解说，重新搁去来讨论这个物件，就是来拍这个根基我想咱伫做其实拢是共款的代志，用无共款的搁较多元的方式，有人用唱歌有人写诗有人上电视有人做国事的节目真侪无共款的物件有人报新闻拢是共款，无共款的人爱做伙来做，对，伊才是多元的所以我伫看这本册出来时，我时会感觉真欢喜，迄时其实前位未甲我联络时，我就一直看这本册讲，因为有伫我甲伊有交朋友嘛所以我定定看到伊伫分享讲伊做个啥物过程啦，伊的这个方面的选择的想法是啥，我想这我后壁会找来开讲所以这个部分我留互伊去讲这个方面的部分，咱这侧面的部分咱就先无讲安尼留互伊后壁有机会通讲但是我都有伫注意这本册的选择是知影讲我就是咧想确实欠这个物件，尤其近代的物件所以拄好这个部分咱嘛慢慢去补足这是我家己看到真欢喜的部分当然你选到打遮久以来遮侪篇啦时代的特性啦，作家本身的特色啦拢你一定是真清楚真熟悉。那真正要逼你讲，你若要共介绍，你敢若会使经一篇的时阵，我知影这为难，但是真正你就敢若你认为讲这篇我会使互你先。甲你去印着互你看着你就讲确实袂歹，敢若有兴趣，我会使过来试看觅读别款的无别的文章无。若要真正要经的时阵，敢若会使为这本内底经你袂使经其他那安尼来讲，你会经搭一篇对，你会经倒一篇你别讲袂使安尼我有今仔我想要因为你的题目叫我读嘛我有经一篇，我今仔想讲要读一段大家听会迄个，但是你较喜对一篇？我较喜倒一篇我喜香树补给还有陈明仁老师的我就超过一篇无要紧，我先经这个陈明仁老师的这个迄篇有这样细节乱来讲因为我讲是上趣味就趣味的对好，我今仔因为我伫别个场合有小解过这个主要小解过伊己自杀不如杀掉因为伊就是日本时代上
激进诶真强烈一的差不多就是共产主义吼诶，迄个就是讲30年代大概已经遮尔无奈啊吼，伊嘛是遐尼激进诶一寡想法啊。我嘛有伫一寡场合介绍即个陈明仁老师诶即个诗人诶恋爱讲，但是我今仔想要甲读互大家听的是单位的乡树补给其中一段，我感觉做一个就是台语文学的迄落足爱台语文学的人啊，足爱研究台语文学的人，我有一个足深的反省，就是像陈明仁还是单位吼，因安尼像安尼老先辈写的小说吼，是咱无法度模仿的开口。咱即马咧使用的台语，拢是已经华语化的台语。不管什么人，其实这个时代，咱就算有写台语小说的人，迄华语化的分界吼，少年的吼，40岁以后的以前的吼，不管是40岁以前，还是50岁以前，差不多拢有迄个华语化的分界，还是讲伊迄个关系已经华语化，但是陈明仁无啊，单位嘛无。吼啊！我讲的迄个华语无华语化就是啥？就是讲伊的叙事语言、叙事语言，吼嘛是用本来的台语人伫想代志的迄个文脉来铺排的，嘿，所以我读一段即个乡树补给吼，互大家听吼。乡树补给内底伫咧讲的是一个地方罗马伫街啊诶故事吼，啊伊迄是迄个台南的庄卡诶故事，而且伊是60、70年代诶迄个背景诶迄个迄个故事吼啊，迄个我著直接读好啊，我可能是读两段。吼，小可互我一丝仔时间吼。这是乡树补给，这册内底是179页吼。好，若是论阮古行里的德家，用也是做头的上大尾。吼，伊都毋是你话做头的上大尾，咱的华语绝对毋是即种语法，吼，毋是即种。好，我就念落，大家去听看迄个语法甲你的台语。语法有啥物无共？对，伊的台语真正毋是你的台语，嘿对。若是论阮古行里的德家，用也是做头的上大尾，用因老母有生的时，伫田里做事，互水蛇夹着，讲死掠来看，佫是一只双头蛇。用出世了后，一礼拜毋开手，掰开甲看，当害啊，一手一支大布翁，拢发2个头，人甲叫伊。人甲伊叫做双头蛇，嘛有人叫伊12指。即个用的老母名做王贵本基，做人上古意，血头食到76，身体要勇夹夹，头脏乌乌毋免念，喙齿定定要会步甘蔗，就是干那迄个目睭歹，看物件有较输人。总是伊一世人歹命底，少年来拖磨。老来甲用带一个某伫厝里，即个新妇生理人的查某囝，好脚好手，干那工课毋做，较面大迄死人。规日意来坐，饭来摆，3顿挂点心，拢是大家咧服侍，食甲一身躯肥肥，椅头啊坐落来，爬袂起来。古里乡的人看袂惯势，面头前叫伊，真久啊，有闲来阮兜坐，后壁骹只后敬体伊，本基请真久，因婆婆叫大家叫本基啊，本基请真久，大家服侍新妇。还一点，即个新妇爱食沙目鱼，迄日中昼甲大家讲，啊母我要食沙目鱼，本基讲爱食来去市啊，青买一尾，安尼，好，我先读到遮。迄个语法完全拢毋是华语，伊内底一句华语的语法拢无。我若印象中无记毋对，因为即篇我有读吼，所以我印象中无记毋对，伊敢若有讲伊是回一回，你的即个注解有特别写。我讲当然拢无要紧，只是我要证明一下，我真正有读。我毋是册摕来看好看。你看我就是注解，因为我迄时阵伫想到底是打一个字，所以当我爱看你有特别标注讲伊遮是用回一回，我毋知伊当初是原文是用什么用什么字写。用迄个罗马字所以咱就知影讲伊是回回，因为若敢若写汉字内
来讲，咱都拢会使嘛，吼，看你要哪读拢会都使。写着。其实我感觉你看这文章上趣味，有两件代志啦。第一个是我当下伫观察你伫读这物件时吼，你读着介意的物件，去读介意的句的时阵，会笑甲特别欢喜，会挡袂掉想要笑迄落感就是觉。有伊的笑亏的点。我定定讲，我伫访问我伫毋管是访问啦、开讲吼，来宾，我上爱观察就是讲，因若伫讲着家己介意的物件，迄个目睭会发光，你知道吗？啊，嘴笑个离塞塞，你就是这种感觉吼。我毋管哪个几岁，只要是你有介意，有真正有热情的物件，你自然都会安尼去，对，你控制袂掉。吼，我这是我大概伫访问上爱看的物件，我感觉趣味的。所以这个美心老师甲大家分享这篇吼，大家若真正有兴趣，我讲会使去找来看卖即个。我讲这是真好耍的物件啦。当然，第二个就是讲，我讲伫看台语文学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因为我家己真注重咱讲腔口的差别。毋是讲人什么人一定要用什么腔口，毋是，只是讲咱伫观察伊写的字吼，就上趣味就是讲你毋是干那讲话有腔口，你连写字都有腔口。你只要看伊遐用一寡用字说这台南人，一看我就讲这台南人。我可能嘛一部分宜兰人，可能作家较无遐济啊。除了这个黄春明老师以外，就是你看这过去的这文学作品来讲，一看尤其台南的特别明显吼，一寡娇啦，或者是腔口，伊的腔口啦，还有伊用的。比如讲，伊定爱讲路人，但是阮绝对袂讲路人，我讲路的。我嘛袂讲厝人，我会讲厝的。你厝的安那，我袂讲恁厝人安那，我要当厝的。所以我只要看到这几个台南人，中南部的用字的方式，甲比如讲宜兰，阮伫用的话，都完全无共款。所以我这是台语文学真趣味的所在，是伊会甲你讲我是倒遐人，我这好耍的。当然，这倒遐人嘛，代表是讲你的用字甲你的生活甲你的迄所在历史有关系。我这是可能真济。你若看华语内底的物件是无法度看到的，我讲这是真无共款的所在。咱嘛已经开讲一困啦，先互老师歇困一下，咱歇困一下，一时啊，咱们再回来。来欢迎回来吼！咱拄则头前讲足济，讲个落长。歇困时间其实嘛拢无歇困嘛，拢伫开讲。对，所以当然嘛，有真济代志想要甲即个美清先生这边来做真济讨论啦。比如讲咱当然讲即届出版一本册是即个台语现代小说选所以是即个小说嘛是算讲是文学的一款文学一款文体咱讲文学作品的文体真济啦，像之前咱有讲到诗啦，台语诗嘛有吼，你像讲即个散文嘛有吼，我毋知伊有一个固定讲法无，到底是念做散文还是散文还是啥，我毋知。因为我听起来敢若小可像散文。我头嘛听做你讲散文。嘿，我就讲念起来较像即个感觉吼，所以应该是拢会使啦。我想敢若嘛无跟。有些咱就是不将不转啊。嘿，所以讲只是讲你专工做即个小说即个部分。你认为讲小说伫咧即个目前即个文学当中伊的价值或者是意义到底是啥物？好，我感觉即个问题嘛真正足趣味，而且是足值得做伙讨论的吼。过去我头拄有讲到，我研究台语文学毋是为纯粹的台语文学出发，是规个台湾文学出发，而且台湾的新文学的运动为2000年代开始，其实伊的落实就是为诗嘛有吼，现代诗嘛有，但是你要甲一个文学会当搁甲发展，迄个小说是足重要。小说有啥物有叙述的语文、叙述文叙事文，嘛有迄个对话，所以讲叙述文咱搁爱要求简洁，搁有伊的美学，伊迄个美水的表现，口语当然就是较简单嘛，伫过去当中，就是咱台湾人咧写小说的时阵，即个叙述文伊所追求的拢是汉字伊的汉文爱偌迄个偌简略。安尼较有迄个较袂散嘛较有伊的迄个咱讲做正卡的部分但是即个部分逐个
较袂晓表现，作家会感觉讲哦，伊尤其模仿中国白话文，伊就会表现了客客，所以伊较贤表现就是伫口语。口语日本时代迄个台湾文学的小说的作品是口语，会有足侪台湾话的表现，但是这就是一个较生了较无完整的一个问题吼。所以讲战后，譬如讲台湾人要写家己的故事的小说，譬如讲60年代王晶豪。还是讲黄春明因因就敢若因想要表现台湾人的口开口伊就伫对话用台文写，迄个时阵文字嘛无标准化嘛，所以讲写的哪像中文，哪像台文，你读者你若袂晓台语，你无法度甲伊翻译，嘿所以讲你要写一个。全部拢用台语写的小说，你变做你台语对话，你爱甲真正是我手写我口，我口写我手，过来事的文，你要互伊会当比中文更较水，这嘛是爱足免讲开足侪功夫的工课，过来这两个代志若是完成啊，台语文学伊较算做真正是完成。就是讲伊有符合有美学的标准，过来迄个口语嘛会当好好表现，过去拢是客客嘛吼，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作家，头拄咱咧讲的迄个深化吼，迄个作台湾文学，咱要讲好的台湾文学，而且外译的文学、外译的文学，拢是以小说为主，小说为主，你翻译的时阵，你两个部分拢会当好好甲伊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工课过来就是讲，其实战前甲战后的迄个文学运动吼，台湾本土的语文运动，其实一开始拢是诗，譬如讲2000年代张五军写乱都之乱，乱都之恋就是1925年的出版这乱都之乱的诗集，但是诗毕竟是短的。文字其实你要表现搁较简单，但是较大的就是我头仔讲迄小说，你要叙事文、叙事的文甲口语，拢会当好好表现出即个民族伊的生活的迄个精粹的所在。你拄则讲即个，反正我拍两下，你拄则讲即个。拄开始尤其你讲1920年代左右，伊的即个大部分的即个台语文的作品，主要是诗嘛，吼。就是讲，伊迄毋是张五军，迄毋是完全纯粹的台语写的，伊有模仿中国白话文，但伊要走向现代文学的时阵。伊本来拢写汉诗嘛，伊要甲伊行向迄个现代文体的时阵，其实逐个人毋捌写过现代文，伊是袂晓写的，所以伊的实验就是诗。但是你要深化，你要好好甲伊写出较大篇幅的物件，当然是小说。但是伊就无法度突破讲叙事文甲口语，拢会当用台语完全书写。这就是我拄仔想要问的，就是讲迄个时代大部分拢是较，毋管是讲简细的即个文体啦，或者是较短的文体，就是主要是因为拄着即个问题，是安尼。是，对所以到90年代的时阵，80年代大概是80年代尾期吼，大家咧讨论台语文学真正有物件无的时阵吼，因为逐个人。譬如讲林永敏、宋迪来因开始要推动台语文学的时阵，大家写作侪诗是差不多迄个时阵上侪人创作，足简单嘛，我5分钟可能就能写出来，无一定5分钟可以写介久啦。但是都有人质疑这个宋迪来啊，你一直叫阮写迄个台语。台语即马看起来就是有台语无文学啊，你写甲迄诗迄口语无美学的表现安怎对所以宋定来一开始就想讲好，安尼咱要表现即个文学台语的文学性迄个小说是最重要，你讲我都甲伊变做是一个对着时代的物件无，所以伊就用意识流的即个角度写即个恐怖的打鸟器，迄嘛足长的，咱无收入去啦意识流的228的物件所以讲我想你问讲这个小说的意义伫台湾文学当中是毋是有无伫台语文学的中间是毋是有啥物无共？小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你若要表现迄个文体的水迄个对话的水过来你会当完整提供一个读物互人改编做剧场。
还是戏吼等等，其实伊是一个足完整的作品吼，比小说来你要改成剧本就较简单对对，使你可能无法度搁甲伊转化做无较大的文艺迄个表现，所以小说毋若是会当表现尔，伊会当保留即个民族伊所思考的物件是搁较完整的。嘿，我想这个意义会使为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讲一款基种的文学，你若要讲会出讲这是文学，文学内底当然包含着真侪技术的方面，嘛包含着美学的方面的物件，你爱提出来讲，我真正是文学这件代志。袂使无小说这个物件，我想大概你的意思是安尼，包含着讲，因为伊本身的这个内底的包含的物件真侪，所以才有法度更较好去发展成各种各样无共款的作品，包含着咱讲戏剧啦，真侪其实真侪戏剧确实拢是为小说来改编的嘛，所以我理解大概也是安尼，但咱都一直咧讲。你一直又提起着讲台语文学甲台湾文学，咱知影讲台湾文学的范围其实较宽，像包含日语啦、华语，其实嘛拢算在即个台湾文学内底，有当时甲人本身有关系，甲伊关怀的主题反正嘛有关系。但是台语文学过去可能像你对我讲的，真正伫发展的时阵，其实大家定定讲台湾文学，真少讲台语文学。那台语文学事实上伫咧即个台湾文学内底。到底是对你来讲，应该是虾米款的地位，或者是伊的特殊伫倒位？是安那我今日规个过程当中，一直咧讲台湾文学，最后咱讲的其实是台语文学这件代志。你若是照世界各国的即个民族文学来分吼，譬如讲日本文学，咱对直接来想做是日语嘛，伊一定是用日语写；英国文学伊可能就是用英语写；韩国文学伊就是用韩语写。台湾文学用什么意思啊？啥哪袂使，啥哪毋是啦，应该是讲啥哪毋是啦。这过去当然是甲两届的这个国语运动有关系嘛吼。补充一下，国语运动一个是日语，一个是华语。我惊大家说，两届是啥？真的咧，我嘛捌拄过迄种少年人，伊就是咱的母语拢是华语呢，足天的吼。对，所以讲伊就开始。就是讲，咱的古文学要发展做新文学的时阵，传统文学要发展做现代文学的时阵，照你讲，即个属于台湾的即个共同体已经形成啊的时阵，不将不转已经变做不将不转的话，已经变做台湾话啊的时阵，台湾人讲台湾话，那像我就是足自然的代志。但是台湾话要用台湾话展现、要表现台湾的文学，这代志无一直拢是一个。足大的坎，那像我下袂过安尼，这当然是有真复杂的过程啦吼。但是就是讲像咱今仔要搁讲即个台语文学伊的重要性是，本来台湾文学就是一个你也为2020年代到今，伊是一个受压迫的产物，吼过去咱一直受压迫，所以咱无法度好好甲即个语言现代化，好好甲即个语言诶艺术表现甲文学化。咱即马已经行向一个所谓多元诶时代，吼，咱若无台语文学，咱要安怎有多元？对，嘿，无台语文学。你一直拢是殖民地产物诶，迄个当然你嘛会当用华语写作在地诶物件，但是就像我嘛捌用别个例来用同一个例来讲，就是讲，你讲你是渣男，这人渣男，咱刚才好讲渣男嘛，吼。渣男，但是迄个以其自杀不如杀敌内底咧讲迄个迄个内底诶迄个异性爱人啊吼，伊诶小妾吼，伊诶妾吼，就咧甲伊讲，伊就是一个彩绘芳，嘿，迄个彩绘芳是遮尔水诶物件，吼，遮尔水诶形容伫歌词内底、伫小说内底拢有，咱敢无法度用咱家己诶语言去表现咱诶立场，甲即个社会对话，过去咱无法度，咱即摆总算是有法度。第一，咱会当去了解过去啥物无法度诶原因。咱即摆甲提出来，搁好好甲伊深化，因为台语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重新回归、重新反省过去咱所受诶遐个压迫，咱互人身体化诶物件，咱即摆要定历史度、定身体化诶时阵，咱就会当去讲，咱就会当搁较了解讲台语文学伫台湾文学伊迄个位置，照你讲应该是
重要，真上重要，重要的伊毋是附属诶是但是是真可惜，今仔已经行到一个所谓多元啦吼，爱加一个一定爱加一个所谓，因为一直强调多元客语的文学，原住民的文学吼，还是讲荷兰人的文学，伊迄用迄个话来写出来的物件，若无法度搁较成熟，安尼咱伫即个台湾文学已经真无简单起造起来的时阵，咧强调多元的时阵，无甲这藏落，好好思考，好好继续深化，安尼咱可能是无法度讲多元的，嘿，是，咱家己本土语言若无存在，讲实在，恁若敢若一款语言，你要讲多元，我讲。因为若以观点主题来讲，所有语言拢会使讲所有的物件，但是语境佫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确实是。因为咱是强调，咱是多语族啊，咱是多语族的社会群体嘛，对啊，所以迄个语言应该是真做多元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嘿啊，小说的重要性伫迄个要素中间，伊是遮尔丰富的表现，这可能会当讲迄个意义。当用台语讲话，或者就是台语母语的人，已经比过去减真济去啊吼。但是，就算以即个比例，你搁去对应着台湾目前出版的文学作品来讲，就搁较低。你若想，咱就是1比1就好啊，就是讲我目前偌济母语人口吼，再照即个比例来看台单。出版的作品来看，你就知讲，伊还佫差真远去啊！吼，伊人叫讲真远啦，吼，差真远，所以咱还佫真济会使做的代志。这个物件，你若无去补足，要安怎讲？什么叫做多元？吼，佫较免讲，佫后壁佫较济，等排队伫等的，有客语有原住民各属的即个原住民语，因佫较无一个会使跟对的即个方式，伊也无一个路通行，所以凡说我讲台语的文学会使甲当做一个多语言的岔路街感觉，是伊若做会起来，咱才有即个机会想讲其他语言做伙佫岔过来，总是爱拼出一条理路啊。不管咱讲，至少台语伫台湾社会内底是佫有佫较好一寡，虽然嘛真辛苦，但至少有较好的基础，伊有真侪过去留落来物件嘛，有现代真侪人一直伫翻新，一直伫想办法甲新的物件、新的词要安怎使用，要安怎甲旧的物件去做融合，要安怎去重新翻新旧的当无用啊，会死去的一寡词是毋是当有新的意义会使重新使用？但嘛伫想这个物件，讲这个物件有法度佫重新使用无？像安尼，所以有一条路。你无来台湾台文所太可惜诶！开始咧招生，对，开始招生，你无读实在太可惜了，对吧？这是我感觉伫看，包含咱伫讨论的这个过程中，我想来问讲，台语文学到底是在台湾文学内底占什么款的地位？当然，你要出版一本册，咱嘛知讲。地位是一回事，但是困难度是佫是另外一回事。要做这几本像你头前讲的，你可能所有的字拢必须要重新去调整过，包含你可能甲有的，佫第二个这个作家，你可能嘛甲有一寡互动来回讲到底什么物件，是毋是你的意思，我安尼解对毋对？包含着你这本册，像就算我是这个初读到底是要华语啊，台语拢足济家己这个。心内北内的加滚加，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本册到最后做好啊，当然因为册伫我手头啦，这本册才交一本，对你来讲上困难的是什么？我借这个机会甲大家迄个其实这本册上困难的就是校对，上困难的就是改字改词佫来迄个注解，佫来就是校对，因为我。带读的第二章，迄个即个日本的迄个原始母语，原始母语，迄个紫式部，指示部嘛，我要写推测生卒年，9709到978，这足奇怪对无？是毋是7岁尔？其实我本来是写生年。因为伊就是一个謎，伊就是人毋知伊是，但是大概推测伊生出世的年是970年到978年，我校对的时候已經昏去啊，佮甲伊加一个字，但是
然后校对的艰苦，咱毋知伊当时死去啊，咱知影，咱会当推测伊迄个啊，加一个出事的啊，毋是干那即个例尔吼，就是内底，譬如讲我读拄啊念的吼，迄个粪机车真久吼，那个车阮嘛无改着，有足侪有无足侪啦，几啊个字，几啊字无改着，因为感觉要起笑啊，即个代志是对读者足歹势的代志吼，这是校对啊，迄个读拄啊咧讲头前2项就是改字嘛吼，改字。所以咱较话人会讲，那14篇尔，100当那14篇尔，14篇我已经吼改字改啊要起笑。当然，咱有有几位学生做伙先来甲初步的改字，但是就算是已经足厉害的台湾系所的学生，因咧改字的时阵，有时啊嘛是。无一定有法度完全拢改着，所以咱搁开一寡时间搁点改，啊，搁来就是古早的日本时代迄个文体吼，伊迄模仿的痕迹，模仿中国白话文痕迹还搁有，所以话迄个词啊吼，咱要搁改改做较台语的，加一两字，这嘛需要做一个判断，到底要怎改较会好势，话个无一定有改，话人话就绕高着吼，改字譬如讲有个。咱甲改做有一个嘛吼，啊，迄个字就袂记你藏落吼，等等，啊是讲迄个这是改数的物件，啊，过来改字改教育部的字，有个迄个我改做有一个，但是个可能袂记你改做 A 吼，即种诶，啊，过来就是迄个注解吼，注解伫遐张拄讲即篇注过 A，迄个数后一篇敢要注，迄个取舍较要怎讲，因为有诶人是。为第三篇开始看吼，啊伊迄内底有较困难的物件，伊可能无看着，所以后来真正就是足侪注解嘛刣掉，啊嘛有加一个含青红讨论的时阵，伊嘛到处校对足侪改，但因为讨论的时阵吼嘛是迄个啊，无即个嘛是爱注解哦，无注解袂使。敢若抄袭，这着抄袭半部啦。你若是全部拢注解拢写落，可能即本还佫加一倍高。对，所以讲第一，即个遐尼高。小说本身可能无遐尼高，毋过迄个注解字数可能超过。嘿，所以开的时间足侪是伫遮，所以这是上大的困难呐。我相信，因为咱讲文化语言拢是会互相参染无互相影响着啊，所以包含着讲受着即个中国即个白话文运动的影响。那当然伊真侪用词嘛，反正较古早台语无，但是伊嘛受到日本时代的影响吼，尤其伊嘛有汉字，所以这要参染其实是足自然的代志。所以我伫想，恁伫校对上恐惊嘛真侪时阵是爱做考记，即个词是毋是过去有打无，或者是安那吼真侪啊？我到底要加即个字无加？即个字，还是即个字到底敢是真正汉字是即个意思？我想应该有真侪即个伫即篇上的困难啦。所以这可能大部分时间拢开伫遮一块。系啊，对啊，而且有遐尼济一届还佫点看，迄真正是闹高足济的。困难的所在真济，那你感觉出版总算是完成啊啦，毋管有闹高几字无，总算是完成嘛。出版啊，吼嘛，其实我知影你嘛做诚济即个。发表会嘛吼，真侪甲大家有一寡互动，有即个过程当中有接受到过虾米款认为，互你认为讲啊，做接受到做即件代志，我遮艰苦，改这字改甲气死路命，改遮艰苦的即个辛苦有价值啦，就是咱的读者有虾米款的回应，互你讲啊，总算是有价值啦无？有即款的情形无？我有足侪足感动诶，袂使讲伤济，敬一两个就好，对，三个就好啊吼。一个咧就是我头拄有讲，咱诶课堂上，咱诶上课诶时阵，即还未编出来诶时阵，我拢是互因用本来虽然发表诶版本，但是出版了后，阮诶有诶学生吼，就会讲哇，老师这真正加有够好读诶。哦，对我来讲是足大诶鼓励，因为我知影有诶迄个运动者是感觉讲你想要去人改字，你教育部是迄中华民国体制诶用字吼，安怎，但是咱诶少年囡仔吼，就感觉讲改字对伊来讲是足好读，这是一个我感觉我受到足大诶鼓励。第二吼。其实足侪啦吼，第二吼，可能夜特伫迄工咱7月伫迄华山吼诶时阵吼，有2个互我足印象足深诶吼，一位是一个妈妈，
少年妈妈，应该回到我，伊看起来是妈妈，我毋知有囡仔无，伊就是有提问讲，我过去毋捌看过台语文学的物件吼，但是伊也讲台语，但是安尼读虽然较慢，但是我会当入去，读入去了后，原来台语会当写甲遐尼水，这是我第一届意识到这个，看到、感受到这个代志。我想这个感想是足侪人的感想。嘿，就是你若准讲传入来吼，因要读，这是无共款的世界。嘿，而且你敢若像我甲你的记忆叫醒的迄种感觉吼。第三就是嘛是共款，迄天伫华山吼，我是后来有人传迄个 link 互我，就是迄个咱的作家，是伊叫啥物义勋，张义勋，嘿，伊是咱台湾足重要的华文的作家吼。张义勋迄天有去我毋知影，但是伊了有写一个心得伊的 blog，伊就写讲哇，我迄天吼听迄个。我毋知伊是无场无地去买册坐落听，还是讲安怎？非得伊就感觉即本册逐个宣传较济啊，逐个应该人手一本啊吼。但是伊就感觉讲伊嘛是要推荐一个，伊讲伊迄天有听原来台语文学安尼发展，伊可能愈愈了解以外。听到一个上互伊兴奋的代志，就是原来台语会当写同志的小说。嘿，这个虽然我感觉少年人应该会介意同志的小说，这是一个咩啦讲？讲 BL 迄款的剧情。对，但是这个意义，互咱看到讲，咱有安尼编辑了，吼，主流的华文作家，吼，伊若是会晓讲台语的人，伊有经过安尼一个刺激。反正我毋知影张义勋伊是有想要写无啦，但是像张义勋安尼华语的作家，咱总讲看到伊伫因的写作内底，可能有搁较大的反省。无你到未来是双语作家嘛？有可能是吼，对啊，拄啊迄华山的迄个青鸟书店的店长嘛，得甲我介绍一个 BL 的迄个小说。叫做刘吼，迄个作者的名字笔名我袂记啦，迄个刘吼。伊整本的迄 BL 小说内底对话全部拢台语，而且是标准字。这互我就是迄个华山的迄届的分享，互我得到足侪的自信、甲感动、甲鼓励，嘿，对，印象就深刻。所以，毕竟咱这做选辑变讲内底的作品，其实正式的这个作者拢毋是咱本人，但是大家有法度，因为你的在。真艰苦、真有路、大家其实无一定看会到的这个工课，才有法度真正看到这个人的作品，或者是有法度真正读这个人的作品。我感觉这是，然后收到这款回应，一定是会足欢喜，我相信对，所以这嘛是定真侪人伫讲，这款工课较特别，就是讲，毋是你家己写的物件，但是伊其实真正是你的作品。我感觉这是真奇卡的一个无共款的。应该是讲我就是足欢喜有人来读台语的文学安尼啦，嘿，对。总是爱有这个功夫，对，才有法度互大家来读嘛。对，所以我当然咱都嘛有伫讲，我认为讲你用华语你写带读的时阵，其实是真有野心的。你的对象绝对毋是干那是台文系、台文所的学生，嘿，所以你认为讲你目前出的这本册这本台语现代小说选适合什么款的人？嘿，你家己认定？我感觉每一个人拢真适合，除了囡仔伊可能连注音也是讲迄个汉字拢还袂学，可能较迄个大人的行为，大人拢非得拢会拢。袂迄大人的行为足无啦，无遐急，无遐重口味，无遐重口味啦，无遐食重咸。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当来读，甚至是外国人拢会当来读，因为注解一堆啊，而且咱即马教育部语速一直愈来愈完整吼，会当互咱检索，所以检索啦吼，检索会当互咱迄个超出袂晓的物件。你就小说来读，你就会当甲内底迄个伊的包括叙述的美感，迄个口语的迄个笑亏也是正经的物件，拢该学起来。我相信，每一个年龄来读，还是讲每一个领域分野的人来读，伊拢会当发挥伫伊家己的专长内底。譬如讲，你就是一个足缘投的人，你主持 podcast
你就会当吼愈小解互足侪人诶，即个台语诶无共款诶水，伊毋是干那念歌，念歌足好诶，伊毋是干那迄落一句两句诶，迄落。歹势，是咧，念歌真正足赞诶！我最近嘛一直咧读迄个台湾念歌周定邦老师诶编诶迄个专辑吼，迄个应该讲迄是一款，但是伊嘛有搁较侪无共款诶面向会使去看。对，有诶人会听着阿阮就感觉足爽诶吼。rap 毋是共款拢做共款诶代志。对，嘿啊！但是你若有一个较语料库嘛足侪，啊，搁有迄个文学诶技巧，嘛表现甲足好诶。你用这来当做是一个你诶。不只是入门，台语的入门，而且可能是一个加强版。每一个人拢会当来读，啊，我嘛足希望外国人学台湾的台语的时阵，这本真正是足好的字典吼书典安尼。我相信伊嘛会使丰富你家己的即个真济咱讲用较无较清楚讲法，就北来啦吼，就是你以后就算你要写华语，我认为伊嘛会有帮助吼，因为有真济。文学的一寡技巧啦，或者是一寡用词，其实因为咱台湾的就算华语嘛是会受到真济台语的参染吼，所以这个物件你甲用伫台湾的华语内底嘛会足趣味的吼，有当时互相参染、互相用，其实是无啥物问题吼，我是觉得较趣味的所在。但是拄则因为咱嘛讨论真济像你讲，凡说100档后头无遮个物件，所以这是我每一个来宾来吼，因为我访问来宾一定是甲台语小可有关系，毋管伊是作品还是啥。我拢会问吼，头一遍来宾我拢会问，就是讲，咱家己伫看观察，当然你伫台湾系内底，你可能我讲，咱讲讲温战啊，是安怎？或者咱先跳脱即个空间来讲，你家己伫观察社会目前的情形，你对目前台语，毋管你要讲存续啦、生存啦、复兴啦、复振啦，毋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讲，你对伊的发展是较乐观还是较悲观的？我用两个角度来。讲好啊，一个是乐观，一个是悲观。我今天都会使讲。较乐观的所在，就是我感觉，咱台湾人吼，虽然经过2届国语教育，但是总是有一寡人就拍拼甲咱失去的物件，一直甲咱找回来。啊，嘛少，虽然是少的人做伙甲伊传承继承，总是咱行过。几百档，这个物件嘛是留落来，而且有新的发展吼。虽然每一个时代台语拢无共，文艺表现嘛无共，不过咱活落来啊，吼，这是较乐观，而且咱嘛足相信以后咱的少年人，伊有去互伊刺激到，伊有去互伊启蒙到，伊绝对会当用伊无共款的方式甲伊传落去，吼，甚至是会当伫国际吼，即个语言甲伊所展现的文艺，甲伊发扬加愈广阔。这我感觉这是乐观的，而且咱的基础已经有留啊大诶。有在啊，思考嘛出来，会当敲出物件，足侪物件弄出来。所以我这是足乐观的，而且我感觉即摆少年人最有创意的，所以这无我感觉足好的啦吼。这是乐观的部分，但是我嘛一方面其实我是足悲观的，因为阮伫教学的现场，尤其像书呆吼，我拢定下甲阮的囡仔讲，迄个恁拢是学霸吼，恁拢足。但是恁的英语拢比台语搁较好，吼！阮的囡仔是一届安尼讲，那就歹势安尼放送出去。但是我伫书台5档外吼，其实咱会足强烈感受到，每一届因的台语是愈来愈无好诶。这点我真好奇吼，歹势我插播一下，就是一般来讲，什么款的学生会考入去台文系，佫是一回事哦。咱讲以台文所来讲，什么款的学生会考入去台文所？什么款的学生？我无算，你会当来考？我无算。什么款的人拢会当来考台文系，甲也是硕士班、博士班啦吼。但是我想会来考阮会来读阮台文系的人，因为阮的台文系是分做3个领域吼，语言、文化甲文学。吼，所以有的人可能伊介意文学入来，然后伊学着原来语言会当安尼表现，伊嘛足介意的。有的是哇，迄个。文化，台湾的文化遮尔丰富，我较早拢毋捌学着。我想要替台湾的文化，会当好好甲传承落，即种的拢有。但是有的当然是因为中文系考比如讲伊介意文学中文系有足侪古典，伊袂爱古典，所以来读阮遮嘛有啦吼。这种是
我头拄想来讲这，所以意思是讲，对，台语毋是讲一定你的台语有一定程度，才会去考台文所。是，嘿对啊，所以讲你讲闭关就是讲每一届，咱真正是发现讲愈来愈少年的囡仔因的台语的基础是愈来愈弱。吼，这是真正是足闭关的代志，所以啊，其实我有2-3当前，我有写一首足长的诗，叫做方言歌2070年，就是2070离即马差不多50当，吼。啊，咱知影1970年代，向阳老师向阳吼，伊写迄阿爹的本包系列土地歌，这是台湾的第一部台湾人家己写的台语诗集。啊，用台语写，伊个诗有够水，伊个诗足水的。吼，啊，迄个时阵用迄个，伊其实内底迄现代主义的内涵，啊，用台湾话写出来，写实的美感重，毋过其实迄个技巧嘛足好。为迄个开始有即个台语的意识导摊开嘛吼，少的人去写。啊，即马摊开啊，虽然愈来愈侪人参与，但是1970年代到2070。差不多是100当，我的闭关就是伫100当后发现，100当后台湾的环境是完全无共款啦。是，嘿，伊可能敢若剩迄个咱有台湾太空人吼去月球，啊了吼伫月不是月球啦，去别个星球，啊讲一句讲每一个国家诶。爱煞子的话，就是迄个小少问的话，可能连迄个食饱未，咱的台湾人拢听无，诶，迄种感觉吼，有可能会安尼。啊，但是2007年的时阵，台湾的老人，敢若听到即个食饱未，因着目屎流目屎滴，足久无听到台湾话啊，诶，迄种感觉。到了2070年的时阵，对，所以我是用迄个闭关的心情去写2070的方言歌吼，就是本来向阳老师诶，迄个土地的歌，伊是方言诗集，伊就是迄个时阵国语文学独尊嘛吼，啊，所以讲伊出一本台语诗集，还佮写方言诗集，吼啊，虽然咱即马已经是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每一个咱的迄个本土语言拢是国语，毋过迄个土壤就是无去啊。迄个土壤你要搁安怎会复振吼？除非你爱开，真正是足侪倍会开力，规个民族你有一个足大的转变，意识的转变，而且迄个转变是你嘛爱甲后一代继续转变，若无。迄就是这就是一个有一个高调啊，但是佫慢慢啊切落诶。我想是真悲观的现象。所以你的2070年即个故事，我感觉讲虽然是诗嘛吼，但当时嘛是一个故事，听起来较像一个即个警世的语言啦吼，就是讲你若无做甲什物代志，未来可能都是安尼吼，较像即个感觉。所以现主时当然咱知影讲，尤其这几当吼，包含着。规个国家、规个台湾的即个意识嘛无共款吼，咱讲国家语言法啦、语言发展法啦，啊，个即个真侪比如讲乐团啦，吼，真侪作品其实你会使看到讲台语台文也是即个意识是确实有愈来愈清楚吼，啊，伊的即个发展的多元性嘛，确实有出来，咱会使看到真侪无共款的作品，真趣味。可能讲实在，我定会感觉讲无甲较在，你听家字听发音加减你会知影，但是你会感受会到迄个活力伫哩。我讲即个活力是一个语言真重要的物件，语言若要死去，第一感受就是无活力，伊继续一段时间，咱要死迄个感觉。就是迄个感觉，但是打无共款吼，甚至讲即个歌戏嘛会使去到即个金钟奖吼，会使摕到男主角吼，所以这是感受会到伊当地发展的所在。当然咱真无希望伊只是一个回光返照，对无？所以趁即个势还是趁即个当地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更较侪人
趁即个机会佫加塞一个吼，反正伊都袂是你讲的2007、20的即个现象。我想我家己的解读大概是安尼，我讲较趣味啦。咱留一丝时间咱嘛来，是介乐观啦，嘿，无乐观嘛袂使。对，无乐观嘛袂使。我真介意问即个问题是第一，我甲设定成变成讲每一个新的来宾，我拢会问即个问题，我嘛想要知影讲大家要安怎面对即个问题。吼，当然毋是每一个人会想到即个问题，但是当即个问题出现时，我讲大家会帮助大家去回头去想看卖，对家己的即个意识是有帮助的吼，是有法度互你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第二是讲每一个人的答案，我感觉拢无啥共款，嘛拢足趣味的吼。想讲共一个问题。会使互无共款的人回答，你会使听到无共款答案，而且是10个人可能12款答案，因为人像你共款着，伊就毋若讲一个吼，所以我讲我真介意伫最后会问即个问题。当然后壁嘛是爱留一个时间，互你来宣传即本册吼，所以嘛出版嘛一段时间啊啦吼，但是永远无嫌晚，对吼，希望佫较侪人会使真正接触到即个台语文学，或者是接触到即本册吼，确实讲实在真正袂歹读，你逐个免烦恼吼。当然你会使先经你有兴趣的，因为无共时代，确实你会使感受会到吼。就算你毋管安怎甲解字啦，伊的即个我家己讲叫做轻壳啦吼，就是你的即个框架，你的轻壳啊，佫伫你的情形下，比如讲咱讲有几个作品是受到即个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你就是会知影讲外语当然怪怪，但是这就是伊的时代的特色吼，所以你若无甲伊看，你甲伊看做是一个书面语啦，叙事文伊都无遐尼口语啊。嘿，但是因为咱惯势讲台语敢若就是口语的物件，当然都除非你定看歌戏定看报地戏，你可能我都变化会较紧啦吼，你转换较紧。就算你较无介意看即款的文体内底还佫真侪款无共款时代，无共款有真好耍的，有真趣味的，嘛当然嘛有较政治啥物拢有哦。所以若要互你即个时间来甲大家宣传者讲，请大家来买即本册，毋管你要讲啥拢会使凊彩你，我留一撮时间互你来讲，好无？我真享受在听你讲话，所以怎啊你讲咱即马爱来，我怎啊袂记得要讲啥对，台语足好听，而且伊是就一个足感性，而且有迄个知识吼，主持人我感觉足欢喜，今仔会使来遮开讲所以今仔咱的主题就是即个台语现代小说选嘛。虽然即本册为6月到呾吼，真正是受到诚侪人的注目，这是咱上安慰的所在吼。但是做即本册，咱毋是干那要伫即个时间，那像我讲伊袂有。伊迄个票声足好诶，伊的票声嘛无足好诶啦吼，请大家继续吼去册店出来看吼。我讲伊的票声好，就是咱嘛不希望伊就是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像就是一个迄个花那比安尼无去啊，花那比安尼无去啊吼。所以讲希望大家对文学有兴趣吼，对台语有兴趣，还是讲对咱台湾的文化有兴趣朋友吼，不管你是社会人，还是你是少年人，拢欢迎你来读台语现代小说选。咱可能会当看到无共款的台湾文学，咱可能会当看到无共款的台湾精神，咱可能会当看到无共款的属伫咱台湾才会遮尔勇敢去讨论的议题，遮尔勇敢去安慰咱大家。这个足好的作品，而且我感觉讲，因为伊就是小说，而且伊的议题足侪，所以每一个人你可能拢会有一篇小说，甲你是有心内有共鸣的，那是会当达到安尼，而且即个快乐已经进入你的心内，你上好嘛会使佮甲迄个快乐先分享互别人。我想虽然伊就是一个小小一本册，毋过这是组织。咱前辈吼，真无简单留落来的足大的快乐吼，藏伫遮的，所以希望遐个快乐会当影响侪人，互迄个快乐个迄个传落去、传承落去安尼。拜托来买册。我讲这毋若是百当来的一个文学作品吼，伊其实嘛是台湾百当来的即个。文化甲社会吼，因为这物件袂是无代无志家己补出来的吼，拢是即个规个社会、规个文化来产生的吼，所以
大家伫读即个物件，你若是照这顺序来看，你的感受，当然你会使经你家己的先看，对但你若是要为头对开始看到尾，你会感受到时代演变伫内底，你会对真正行过100冬，是迄个感受是是真无共款，所以是你会使自由选择啦。你想要先看你家己喜，或者是你为头开始看到后尾，你会感受讲时代慢慢变，慢慢离你愈来愈晚，你愈来愈晚，迄个感受是真然后你就特别的爱甲代志。迄个开力接伊，继续来是是吼是传落去安尼。嘿，当时则嘛小可补充一下吼，伊拄仔美清老师才有讲到即个票声对无吼？声即个有可能有的朋友可能当较毋知影啦吼，就是一般当汉字是写做声音的声嘛，我若无记毋对，对这是代表是数量的意思啦吼，对数量的意思就是这是台语内底定定用的一个物件，尤其上接用的啥物所在，就是即个办桌的时阵，吼，倒声无够，倒声就是讲倒的数量无够，吼，所以这互大家理解者，像我要甲大家点一个讲你真正台语有好，还是你学台语的人要互甲恁同学，甲恁同学若讲大家伫讲话时想要小可点一个吼，你若讲到这数量是头前佫加一个即个名词啦吼，比如讲倒声啦、票声啦，或者都会使大家说啥物意思你就甲解说一下吼，声伫遮有数量的意思啦吼，我真趣味。好，咱就到这为止咯吼，就甲大家讲一个等者我有一个最长的词，我大概拢爱念的，我甲念互了一个，我来感觉收一个尾做做 ending 啦吼。今日咱即个访谈我感觉真侪收获，吼嘛，希望即个咱美清先生嘛会使感觉讲即个开讲是真趣味、真好耍的一个过程啊。我毋知大家听了，因为咱即个讨论开始是较深的物件，因为过去讨论可能是较单纯作品本身，但即个是较深的物件，但是毋知大家对即边的即个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啦，希望大家使留话啦。那这集内容你听了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留话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还是 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使留下个5,000分数，有关一寡鼓励。Facebook、Instagram 会使找出亚特聊聊天，会使看到更加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足厉害耶！你要来考台湾数啊？好，咱就到这咯，好，拜拜，再会，拜拜。好后壁我遮都我会先停一个，因为我最后要问佫剩一丝仔时间吼，我要最后要问问题咧较点到，所以即个我会甲放伫咱结尾的后壁，那我嘛想要知影讲偌济人有听到，所以咱若有听到朋友，你嘛会使来留话分享你家己的感想因为即个部分当然有的人可能希望听较快乐的物件，无一定爱听较较深沉的物件，但是我讲这是咱拄则伫咧。迄群时间有一寡讨论，我讲即个讨论是我本来一直想要问，但是我无问出来，我想要甲放伫上后壁。既然你讲会使问嘛，咱就来讨论一下因为你做即本册的过程当中，当然有一个上最重要的代志，叫做标准化。标准化确实是互真侪人有机会会使进入即个领域毋管是讲文学啦，还是台语来讲拢是，但是。对我家己来讲，我定定伫讲我真重视腔口差。即个腔口差，毋是讲要分离我，只是讲这表示每一个所在人口组成，即个人口组成甲伊的历史是有真大的关系。那过去咱定定伫讲华语独尊的时代，就是打压其他的语言。那今日既然开始，所有的本土语言拢属于国语，拢是国家语言发展法的一个。定义的范围内底，咱当然希望讲有无共款的多元性、包容性。我定伫讲台语的尤其讲台语的人，或者是学台语的人，一定爱会记你即件代志，会记你包容性即件代志所以但是你一旦标准化，咱就要面对即个问题这就是。我嘛毋是讲伊是一个职位，是讲咱一定会知影即个未来发展有即个问题。比如讲，以现代社会的现实，因为这其实毋是标准化本身的毋对但是以现代社会现实，就是台语的使用人口伫流失，愈少年的囡仔愈无法度用着家己的母语咱国较免讲其他的语言，咱先以台语来讲。当这物件拢必须爱伫咧课程当中，伫咧学校当中来学习的时阵，一切拢必须要标准化。那即个物件要安怎互腔口或者是属于在地的物件保留落来，其实
讲实在我真悲观，吼，嗯这是无法度诶代志。无几个学校有法度甲你讲，咱台南人吼，咱用啥物腔，咱宜兰人咱用啥物腔安怎讲话？因为你考试毋是安尼考，考试袂甲你讲你是啥物腔啥物腔安怎考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大问题。甚至讲因为腔口差，有一寡物件是连用字拢有可能是无共款诶。那这物件是无法度写伫咧，至少我家己观察，无法度写伫咧教育部这书典内底吼，可能就是剩一个标准，这是无法度咱无法度闪避诶代志吼，就是这个问题。但是我家己会感觉就无彩，我家己感觉真无彩，所以我嘛想要甲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毋是一般我都甲大部分人讨论的问题，或者是你家己做这本册的过程当中，当然都会有这个标准化，有所有物件拢必须要标准化。当然，咱头前嘛有讨论过，讲有一寡事你会使甲这个腔口放内底，吼，台语的文学内底真大的特色是有这个物件，但是咱先莫讲文学，单纯就是讲伫咧教学的未来，吼，这个当学生啊，伫学台语是爱透过敢若学英语共款，吼，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课本、统一的啥物物件时，你家己安怎看这物件的消息？这个问题其实真正是足大吼，但是我感觉阿迪真正是足用心吼，你真正是足深入咧思考这个问题，我嘛感觉会当提出来讨论，感觉足欢喜吼。但因为我想讲，咱头拄其实咱头仔开讲足侪，我即摆简单讲好对，标准化这个代志吼，为2020年代吼，就一直知识分子咧讨论，战后嘛一直咧讨论，咱一直无法度。迄标准化是为着啥物制度化？就是你一个现代国家，你的语文、你的硬体、软体的设备，拢爱有一个规格。的时阵，你较有法度有路通啊行嘛。我理解。所以语文的制度化这个代志，咱已经拖100档啊。无法度用，无法度总算有法度用啦。应该是讲总算有法度用啊，这是一件值得欢喜的代志吼。总是就像阿迪讲的吼，腔口要安怎啦吼？标准化一定会牺牲着一寡物件，但是咱每一个人若准讲要有意识，而且你的腔口留了袂歹吼，咱以后咧写作，还是你咧讲话的时阵，你会使甲大家讲你的腔口是啥物？就是讲主体性，迄个制度化，甲迄个主体性起造起来了后，小族群、小的群体内底迄个特殊性，较有法度真正好好互人看着。若准讲迄个制度化，还是标准化，拢无起造起来，其实连迄个特殊性是嘛无啥有可能佮继续留落来。虽然标准化嘛，该迄个嘿对，但是迄个特殊性，地方的特殊性吼，伊有法度发用，可能制度化嘛是伊的基础之一。所以其实我家己徛伫一个编者，还是讲一个研究者的迄个位置来讲，制度化还是讲标准化，是必要的。吼过来徛伫后一个世代，第30几岁，吼，佫会当家己咱腔讲了较好，但是咱无法度保证咱的少年囡仔是有法度，伊连台语拢袂晓讲啊，伊是要保留啥物腔对无？所以先吼可能迄个制度化是无法度避免的。佫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制度化、标准化，毋是干那对传承。诶，帮助是，这就是上重要，就是传承普及教育这个物件是最重要。较重要的就是世界诶强势的国家，为弱势的国家，伊的语文拢会当伫 Wikipedia，还是讲迄个线上词典吼，线顶的书典，伊拢查有哦。当话遮尔侪人使用，你无甲伊标准化、制度化，你无有一个互使用者有一个规则通啊行。安尼是可能，伊就是无伊的即个语言的地位，甲伊的尊严。嘿，咱台湾话，一直拢使用人口遐尼济，但是一直互人迄个尊严，一直本来就互压落底啊。你佫无爱甲伊制度化，你佫无爱甲伊标准化，安尼毋若腔口无呢，即个语言本身就会消失啊。所以我想这是足重要的，甲迄个自尊吼、自信会当用迄个屈势、迄个姿势来普及，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地方的物件，哪会当，就是尽量甲伊表现出来，嘿。
我伫你的回答内底，我倒是颠倒产生一个，因为我本来是较悲观的，我颠倒产生一个小可乐观的想法是，小无的看了，确，无的确就是总是要有人去做解释啊。系啊，哦，无的确，即个标准化确实有可能颠倒是伊教育方面咱无法度，因为伊标准化是有伊的即个需要，但是。大家有法度，真正拢有法度用台文写字，有法度甲你的台语变成文学，变成作品，变成歌词，变成各种物件时，你有即个基础伫诶时阵，有在啊吼，你个基础有在诶时阵，你颠倒会知影讲，阮遮是安怎讲，我有法度写伫内底，因为你诶基础有伫哩啊，吼，所以无的确颠倒是即个标准化，抑佫有。各种文学作品，各种音乐，各种这其实讲实在，音乐嘛是一款文学作品。所有的作品，有创作这作品的人愿意用台语来创作人，伊的即个基础台文基础伫了，伊因为尤其是阮即辈，就是较少年一岁人伫创作的时阵，伊若佫保留一寡腔口，甲即个物件写入去内底，吼，伊颠倒会使互佫较侪人看着，就甲咱即本册内底遮个无共款的作者的腔口拢无共款，你啥你读会出伊的腔口，即件代志是共款的，吼，无的确这是一款未来的机会。那只是讲教育方面，当然教育的需求就无共款吼，所以若要互凡说要互腔口保留来，就是文学作品会变成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基础。是，这是我最后的这个分享。感谢。